Various of Dao. 记住搜寻，记住影片选集来搜寻。你看影片选集 ，YouTube 影片选集。这样很有点阅有看的话，就会进入那个按媒体库看那个观看记录。目前已经在左上角第一项。如果过了几天就太长了。过了几个小时了，要按观看记录，观看记录才能够找得到。按观看记录，观看记录才能够再找得到。